相亲网站混了这么久，会员费花了这么多，总算有个靠谱的人出现了。可是这个筷子的方式也太另类了。不过他说的也有道理，拿玫瑰花的人太多了，这个不会雷同，好认。刘威，王海霞，我操！你怎么是个男的？这网络相亲真他妈不靠谱！这帮孙子，我都5钻会员了，我的钱是风刮来的。我操！我们店长脸色好看的，我嫁好寝吗？我就说你呢，我操！哎，人呢？哎，我操！站那么高干嘛？飞啊！不是我，这不是怕挡你道吗？哎，下来，干啥呀？啊，我就说你，相亲资料填一女的，这资料是我妈帮我弄的，还没仔细看，可能她弄不明白嘛。哎，那你那资料呢？怎么也写一女性啊？但是我目测你这不一雄性吗？我那儿可能是卡了。相亲怎么这么难呢？唉，费劲巴力找个合适的，还是一男的，这也是没谁了。请了1天假，我容易吗？什么工作？理发师。你呢？兽医。单身狗的日子不好过呀，忙了一天，回家连个抱着暖和的人都没有。每天跟那帮老娘们瞎拼，心里话一句都说不出去。我更惨，我一天连跟人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。我的那些患者都不说话。得了，反正1天假，咱们吃个饭吧。我是个传统的人，之前咱们在相亲平台上也交流过，我对你一直很忠诚。但是，那个，我取向正常。想啥呢？我也喜欢男人，我不喜欢女人。我不是男人，我是个女人。算了，你懂的。唉，2个单身狗也不容易，咱俩也算有缘，多个朋友多条路。回头你去我那儿理发，我给你打折，不比你办卡。其实我也能给人看病。那个，对了，你妈逼你结婚了？你妈逼？请问谁是刘威？我是王海霞。我是刘威，谁是王海霞？I really wanna stop, but I just got the taste for it. I feel like